帮他一下啊。学长你好壮哦。怎么那么多玩具啊？啊，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江南教会要送给大家的今年的圣诞节礼物啊！这么多？真的，而且不止这些哦，现在台面上已经放满满了，还有很多隐藏的玩具没有放出来。该不会后面那把刀也是吧？这把当然也是喽。江南教会这次2022年圣诞节礼物真的超级大方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把有多大。哇，抽中！啊，而且它还可以发出声音哦，雨随天缘音柱的大刀。嗨，我是美味蟹堡。嗨，我是阿月。在今年的12月啊，从12月1号到25号，每天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晚上8点，我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直播开箱这些玩具哦。然后礼拜天呢，非常特别，中午12点，我们会在迦南教会现场开箱，超级期待的。每天都会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可以将我们开箱的玩具带回家。哇，这太厉害了！这期间呢，其实是待降节。那什么是待降节呢？大家应该很好奇，其实就是在圣诞节准备的前夕哦，就是这前几个礼拜都是要待降节。前4个礼拜呢，将会点这个紫色的蜡烛。为什么要用紫色呢？象征着庄严跟尊贵。然后每一个主日呢，点的蜡烛分别是象征着希望、信心、喜乐跟仁爱。第5个礼拜将会点上一个特殊的白色蜡烛。那它就是象征着基督是世界的光。除了每天都有圣诞节礼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牧师给我们的经文哦。经文真的超可爱的。哇，真的好好奇牧师怎么把这些人物角色、动漫相关的背景跟经文结合在一起，感觉会非常有意思。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动漫角色它里面的意义都非常的深。那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我们12月见，拜拜。拜。我觉得那女孩子很搞怪，一下用这个，很像那种蜡笔小新一个装扮很多。对，就是符合每个节日和平，让大家都有战争，让大家可以彼此相爱的那个君王要来到世上，让我知道了，因为我是他的牧师。哇！这毛周燕的小朋友志军抽到这个礼物，跟大家挥手挥手啊！恭喜你们抽到这个礼物。这是一个表达感恩的季节哦。圣诞欢乐颂，开箱惊喜圣诞礼物。我是美味蟹堡，我是阿月，今天平安夜，圣诞节快乐，大家！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今天还带来这个小驯鹿哦。对啊，哇，来到重头戏了，真的，倒数第2天，哇，好紧张啊，紧张！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介绍什么？爱全世界的人是这个，无论你是谁，无论谁对谁错呢，上帝都很爱哦。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来看吧。今天可能要站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箱子特别大，箱子超级大。今天中奖的人实在太有福气了。哇啊！哒哒！哇，我们整个看不到我们的脸了。对，它这是叫做运输箱啊，因为它上面就有它的这个，它上面有写那个锁龙哦，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运输箱给打开，完全看不到我们的人脸啊。然后呢，它里面有一个彩色的盒子。对。等一下，等我们一下啊。等我一下，有点忙碌哦。太大。太大了。我拿下面。好。那公仔本体呢，我们已经先拿出来了，因为它的这个组装啊，比较稍微复杂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就是一个这个气泡壳子哦，会透明的，所以你就算不拆也很漂亮。然后它这个上面有没有超帅的大锁龙？它那个在做攻击动作，它的招式的那种感觉，你看有没有它的边啊什么的都是特别去描绘去做那个颜色的，有没有？会反光。反光，对。而且它盒子很厚，又大。很漂亮，很日系。它的底部，这个系列叫做什么 ？POP 系列。POP 系列这只光是这只就
几千块。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来看这个这个索隆粉体，上面说的鲁夫啊，搬到我都传来传去的。哇，超级大！就是前几天有稍微给大家看个3秒左右，对，今天可以给大家看久一点。给大家看久一点，哇，真的很帅。有没有看到？那个他的那个刀很长啊，真的很长。有没有？然后给各位看，不知道大家念不念得出来这3把刀的名字哦？他们都有各个名字哦，什么3代鬼策啊，还有什么？对，我都说忘记了，糟糕了。好，算了，我先 pass。是那个，然后反正他索隆是什么著名的3刀流嘛？有一把刀是咬在嘴巴上的，但他这一次没有咬在嘴巴上，因为他还没使出他最大的绝招，还在耍帅。然后所以说他有一把是插在这上面的，这把是什么啊？我想起来了，秋水，这把叫秋水。哇，然后这个叫做河道一文字，他会拿在手上。那平常如果第3把的话，他会把它咬在嘴巴上面。可以看到他这个涂装有没有？真的超厉害的。之前我们开箱的那个玩具啊，他们都是比较就是阴影上面的，都比较是呈现，比如说你灯光照哪里，它阴影就在哪里，不会特别去描绘。但是呢，这个公仔厉害的是什么？它都帮你描绘好了，有没有看它的眼神、什么的阴影，它的披风，到处的阴影都会帮你呈现。而且我很喜欢它的是什么？它的颜色是很有创意的，就像我们在画那种水彩画，有没有？水彩画你在画的时候是不是会那个？你的阴影不一定是黑色，有可能是蓝色、红色、绿色还是什么色？你看它这边用的阴影就是什么？紫色。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而且它的阴影很有渐层诶。它是会画的，这都是人工去一个一个把它画出来的。我觉得这是它最细致的地方。对，很多公仔大部分都是大量嘛，然后机器做出来，但这一个呢是人工去涂装的，手工画的耶。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刀鞘啊，什么跟真的一样。都会反光，是吧？跟摆在家里一样。做的好细哦。我觉得这已经很像是艺术品了。然后它那个下面的那个披风下面啊，弄得跟什么陶瓷一样。对，所以这只拿的时候啊，各位啊要小心哦。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地台，它地台是做这种它的这个木屐啊，木屐，有点不太敢拿给那个木屐超级像真的哦，就是它的那个木头的质感都做的非常到位，还有那个脚趾头。对吗？超帅的啦！然后再看到这个地台的部分，地台部分也是量身为它定做。那它这个设计的用意呢，其实就是说，因为罗夫是用刀子的嘛，就像切生鱼片一样，所以他把它弄得有点这种把它切开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这次呢，因为在海贼王剧情里面，它是叫做和之国嘛，和之国就是听说海贼王也快到那个结尾了，就差不多要 ending 了。那所以说他最后差不多落在这个和之国这边，和之国就是这个属于他们日本的这个时代啊，日本他们的这个环境啊，所以说他这里面就会穿上日本最有特色的和服，对，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索隆这次会穿和服的关系。然后海贼王都非常喜欢披这种披风，其实他们是那个大外套啊，那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袖子飘逸起来，非常的生动。我是觉得这一只真的太帅，然后它的那个披风啊，太多地方可以讲了。它是象征那个这叫什么太阳的部分啊，很闪亮，而且它是做那种亮亮的。对，我个人是觉得索隆啊，它因为海贼王里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颜色，比如说像鲁夫他是红色嘛，那香吉士是什么？黄色。通常都是用蓝色。对，蓝色的话，那个香吉士。对，每个人属于自己的颜色。那其实索隆哦，他从他的披风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也是个象征太阳的人，但是他是象征他是绿色的代表，所以说他其实是隐性的。不知道身边有没有就是那种内热外冷的那种人，就是外冷内热，外热内冷，外冷内热，反正大家应该懂那个意思。反正就索隆就是比较这种，你要跟他熟一点点，你才能够真正了解他。原来他的内心是那么的这个善良，比较内向，跟那种比较热情啊，对啊，其实他是这样的人。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侧面，占满我们整个小荧幕，这样子超级帅，然后整个背面啊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想要送给大家。今天真的是平安夜哦，平安夜真的就要送一个大礼给大家。我个人也是海贼王迷哦，你看我每次喝完的这个海贼王饮料啊罐，我都会拿来当背景嘛。你看。
这上面这只就是索隆，对，一样的和之果的版本。对，索隆。那我们前几天开箱的鲁夫就是长这样，对，这只真的是太棒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啊，比如说像它，哦，对了，索隆它平常是没有用这个发髻，这叫发髻吗？你说它没有插在那个上对面的，对，但这次是有把它特别去做一个翘翘的这种就是点。完全是那个和服的造型。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介绍这么多，应该都超级喜欢这一只了吧？大家一定有看过《海贼王》吧？没有看过也有听过。每次台视8点7点都在播，那时候啊，就7点是播新闻，6点才是播这个，对不对？哇，那真的是太棒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今天牧师会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天真的是超级棒哦。Hello，大家晚安。哇，今天这个礼物哇，超贵重的，超大型的这是除了明天以外是第二因为第2名的真的是很喜欢。除了它这个外形以外，音乐牧师很喜欢它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他原来跟鲁夫是这个2个人是不融洽的，彼此看不顺眼的但他后来改变了改变慢慢就成长了。我们来看到这个人会慢慢成长，只要你愿意。如果我们看到耶稣，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竟然跟你我一样一样要学习成长。我看到现在有人在写作业，对吗？这个文月吗？是文月在写作业吗？还是美美在写作业我们看到耶稣也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竟然愿意跟你我一样慢慢写作业，慢慢学习。所以今天的路加福音这个经文就讲到，孩子就讲耶稣渐渐长大。所以你在写作业很痛苦的时候，你要想耶稣跟你一样曾经慢慢写作业，也是在那边一步一步学习哦然后他身体也慢慢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以至于他长大了，只要愿意相信信靠他的人都可以跟耶稣一样慢慢的成长。只要你有努力，只要你有心，你就能够成长。依靠他的，向他求智慧的，就可以跟耶稣一样有智慧。如果你觉得在学习过程中很有挫折我怎么样都学不会，我努力10分，可是我的进步可能不到1分你如果有这种挫折的话，真的音乐牧师要说，你求告这一位耶稣，因为他懂你，他知道你的辛苦所以音乐牧师今天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奖，是我们平常讲的4倍到5倍哦，这个价值4-5千块啦，简单讲平常是1000块，这个要4-5千块所以这个很大的奖，音乐牧师要最后，而且是线上的最后一次所以我要分成，我要请我们的每一位参加的20几位，请你写上你有参加过的就是你参加然后你有得奖的。我再讲一次，你已经有得奖的，你写1；如果你没有得奖的，请写2。好，你有得过奖的请写1，没有得过奖的请写2。你有得过奖的请写1，没有得过奖的请写2。你有得过奖请写1，请同工把1跟1、2跟2把那个分类好吗？我们今天要来 PK 一下请问信级111-2是意思是可不可以做一个决定好音乐牧师都知道，我们上来我们大家都是会诚实，其实我们都有记录啦你看我们那边有录影就知道好，我们就来来，你有得过奖的请写1请我们的同工把1的积集起来，然后要在1里面要抽1位，在2里面
没有得过奖的里面，我们也要抽一位，这样可以了解我的讲的意思吗？好，我们的今天的规则是1会抽一位，2里面会抽一位，就像世足赛一样。等一下，这2位要 PK， 这样可以吗？好，可以吗？好，都好了吗？请我们同工帮忙一下，好不好？把一的，好，需要我念吗？请大家也可以帮忙，同工可以吗？雅婷是1，文月是2，爱玉人数多需要一点时间。好，爱玉是2，好，罗月是2，好，请问只有这样子的人啊，这2种，就一个是有得过奖，另外一个是没有得过奖的，好，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来抽哈。请问吴有成，您的意思是1还是2？712011 1 ，OK， 谢谢。那麻烦你，可以的话帮忙写一下1。我写啊。好啊，那可能是我这看出来的，是那个一个笑脸，一个勾。叶牧师长这样有清楚吗？性急是1还是2？要是那种大型的公仔哦，不是那个扭蛋的那种的哦。性急写1跟2的意思，可不可以开麦克风？性急是嘉恩吗？还是性急本人？好，请哈，是1哈，性急是1，你有得过公仔是不是？好，来，对，好，我们请那个我们有参加的人，请都看一下哦，有没有你的名字在上面？有，你才有机会被抽哦。请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给大家30秒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好吗？钟燕、启修跟佑成、信吉、玉珍、盛忠是1，文月、罗毅、艾玉斌，还有燕平、菊芳、美婷、慧芳，还有旧成，还有王尊、炫、罗一珍、温小草，还有 Christine Lee 是2。好，都有了哈。好，那我们就要来转咯。好，我们就要来转咯，然后我们就等一下会有一个 PK 赛哦。好，我们要从1里面转一位，等一下啊，我们跟2的一位我们要来PK 啊。好，来，请同工1的里面请转一位，可以看得见吗？好像我看不见转的啊。好，这边是有得过奖的哦，我们预备哦，来，3、2、1，请转。哇哦，哇，谢信吉是嘉恩吗？好，等一下嘉恩来我们来回答哦，哈，好。来再下来没有得过奖的来，没有得过奖的，好，我们要从这些都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吗？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有吗？有哈，好，我们要来预备哦，好，3、2、1，请转。哇！我们今天要请温小草，哇！
来要 PK 哦。好，跟那个嘉恩啊，嘉恩，请问你在现场吗？嘉恩，好，来，我们要来 PK， 怎么 PK？ 如果他们答不出来，没有抽到的人，好，没有抽到的人，等一下就有机会答。音乐牧师再讲一次，这2位如果都答不出来，没有抽到的人，你想抢答，你就有机会答，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现在不要离开哦，啊，你现在离开，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好不好？哈，可以吗？好，来，音乐牧师要来哦，啊，举手，好，请说。啊，请问什么事吗？小草，举手还是打字哦？你那个盛忠，你是用你开麦克风，你请说。抢答是用举手来打字哦，那个只有这2位可以抢答，但是如果他们2个答不出来的话，其他的人就是用那个用那个没关系，你就是可以打字出来。你打字不方便吗？你人在外面吗？不会不方便。好，那就是打字。这样可以吗？哈，因为今天这个太大了，奖太贵重了哈，所以请大家稍微这个我们多一点的时间哈。好，音乐牧师要来这2位 PK 赛哦哈。好，请问今天这个公仔它叫什么名字？先请温小草，请回答。题目是什么？今天公仔的名字，今天要抽的这个公仔的名字。左龙。好，那个嘉恩呢？嘉恩回答。嘉恩回答什么？手龙。好，可能要开麦克风哦。好，第二个，好，第二题注意听哦。第二题就性急要先回答咯。好，嘉恩要先回答，就一个他这样哈。好，第二题，今天今天的经文讲到耶稣跟人一样怎么样？跟人一样。跟人怎样？你有没有听？等一下，我想一下。因为牧师，你再讲一遍。今天讲到耶稣跟人一样怎么样？跟人怎么样？索隆怎么样？是血吗？哈？是血吗？对不起，你说再讲一次。是外人内热吗？你要不要用写的？我听不清楚，我怕这样。跟耶稣怎样？跟人有什么样？一样会怎么样？一样会流血吧？流血。今天叶牧师没有讲流血哦。跟人索隆一样怎么样子？有讲到索隆他是什么特质？哦，外冷内热。外冷内热，还有吗？我要倒数咯。最近的。音乐牧师有说要看我 FB 公布的，有没有？等一下，还没看。那就可能没办法，因为这个叫抢答。好，来，请问一下，那就换温小草，请回答。外冷内热。外冷内热。对不起，这样不对。好，那个请我们同工，来，不是，请同工来，那个请同工，这2位以外的人，就是这2位以外的请再转一次，再选一位。
2，再转一次，再选一位。请童工可以帮忙吗？来，请童工帮忙来。回答。来，等一下哦。好，请这里面的人，请再选一位回答。好，另外那个再选一位回答。好，这样可以吗？好，来，有答案什么意思？没有，我们要选出来的才能回答。自己答的都不是。好，来，从这个里面选的哈。好，所以你刚刚没有回答到的，你要赶快去找答案。音乐牧师说，我在 FB 所有的资讯里面，我其实都有公布哦。来，好，预备哦。刚才这2位还是一样，可以再继续抽啊。好，所以不要失望哈，不要失望哈。你也不要轻易的放弃。好，来，请1的里面再选一位，2里面再选一位来抢答。来，请抽，请转。好，吴佑成是许玉珍啊，是许玉珍吗？对不起，许玉珍，对不起，我怎么眼睛看到？对不起，许玉珍第2次，许玉珍第3次。好，来，那么请这个再转一次。然后那个刚才是几号哈？另外一边的请也转，请再转一次。好，请另外那一边的转一次。1的是不是？好，这边转一次哦。好，请3、2、1。哇，来，好，我们请蔡菊芳。好，请开麦克风。一样哈，请开镜头。好，请问一下，今天音乐牧师有讲到耶稣跟人一样怎么样？也要学习，对不对？从小一样都要一步的慢慢学习，对不对？对，好，非常好哦。菊芳答对了哈。好，我们要恭喜这个蔡菊芳答对了正确的答案。恭喜哦！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哦？我知道，你等一下还有哈。好，我们这个 PK 赛是不是这一个快4、5千块的哈？所以我们还有机会，请这个跟踢足4足赛一样哈 ，PK 的最后是用 PK 的哈。谢谢，菊芳1分哈，请统统记住哦所以大家不要失望哈。好，另外音乐牧师要请问大家先转好了，好不好？刚刚另外那边没有的是几号的？先转。等一下我要请问，在这个公仔24天里面，你学到什么？哪一个公仔或耶稣哪一个经历，哪一个连结，让你就是有一些学习？然后你计划要怎么做譬如说像今天原来耶稣跟我一样要学习耶跟我一样我会写字写得很痛苦，星期六我还需要写字耶稣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好写好了没有好，来，那我要怎么样子有个计划，我要怎么做？好，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工1号里面要转好，转一位来回答好，来3、2、1，请转。来，我们请尤雅婷，请开镜头跟麦克风。我在耶稣身上学会分享。是，那你自己
有没有计划要怎么做？同学东西没带时，或他没有，我会去借他。跟人家分享，对不对？哈，借人家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是吗？哈，而且即便他也得分，那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成长，对不对？耶稣没有说哦，我自己最厉害就好哦，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你的答案哦，哈好，谢谢，请问请同工帮忙尤雅婷加1分。好，另外那边也转来，另外那边请转哦，另外那边比较多人的就是他从来没有得过公仔的。好，预备哦。很抱歉，今天因为它很贵，所以我们要慎重一点，大家都有机会。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一点。好，来，好，预备哦。好，预备哦。来，3、2、1，请转。好紧张哦！快点了！来，我们请罗月，请开麦克风。嗨，请回答，开镜头。好，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说一次题目吗？在这个你有参加过的这些天你学习到什么？那将来你会怎么做？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很多次的分享其实是需要露脸还有去表达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学习到去分享跟学习到勇敢吧。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蛮需要勇气的。对，然后可能之后会怎么做？就可能会在生活中更知道如何去表达、去分享啊，去比较不害怕去说，对啊，去分享这样。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不对？好，非常谢谢。好，我们也帮罗毅，对不起，你是罗月的那个亲妹妹吗？几乎同名字哈。OK， 好，请问同工现在请加1分，所以现在是不是有3位有1分？有3位1分，对不对？好，那个请问一下，一凡有3位是1分的，对不对？有吗？有3位是1分的哈。还有1位是不是有1分？有哈。好，现在这一题哈，音乐牧师要给1的也赚1个，2也赚1个，但题目不一样。好，题目不一样。1的你就是有得过。刚刚有人讲说哦，我要分享。好，请问1的，如果你得过，那你想要把你的公仔怎么跟人家分享？这很实际呀，我不是只有嘴巴讲，我要怎么分享？别人都没有得到公仔，那我得到了，我要实际实践出来，我的公仔要怎么跟人家分享？好，这样了解题目的意思吗？因为1的就是已经有得过。好，这个是很实际的，不是嘴巴讲而已。2的，我要等一下抽出来，请你要回答。我都没有得到，那我没得到那个心情是什么？那我今天还会再上来，如果我今天还是没有得到，以后可能我生命都会是这样。那我遇到那种挫折，我的心情是什么？那我能够做什么？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这样会很难吗？这样了解意思吗？也就是应验牧师现在在帮你打预防针啦。你可能今天你还是没有得到，今天有那么多人从24天都没有得过啊，罗毅上来好多次了都没有得到，但你今天还是没得到怎么办啊？好，来请同工来转1位，好2好转1位，来请同工在1里面我们请转1位，好，同工好了吗？好 ，OK， 来预备要倒数3、2、1，请转。猜看谁？这个也好困难哦。哇，这个好问题啊！来，吴佑成，
刚刚没有在这里，他是不是已经离开？童工，请问他是不是离开了？好，他离开就再转一次。好，对，他好像离开了，他离好，开了。那就再转一次。来，那等一下可能就把他离开，就把他名字拿掉。好，来，预备，来，再转一次，请转。哇，我们的索隆剑都拿出来了，直接转咯。哇，来，毛中燕来，好，跟哥哥分享。他怎么分享？跟哥哥一起玩。哦，一起玩哈。但这个公仔是谁的？我的。所以你要帮哥哥借他啊？有没有要怎么跟他约定？就一起玩。一起玩啊？会不会打起来的时候怎么办？没有公仔都不会吵架，有了公仔吵架，甚至最后打起来，那这不是祝福。我们有2个公仔了啊，但是这都是谁的？都是我得到的。那怎么办？你要不要定一个那个介入办法？可以吗？我们轮流玩。好，要定一个时间，对不对？好，所以不是说你的就以你说的为主，你们可以定一个公约，这样好吗？好，这样才会以后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个依据，好不好？可以吗？钟燕可以，不是钟燕，这是爸爸的名字，可以吗？你没有开麦克风。好哈，那个哥哥有没有听到？哥哥，请你露个脸好吗？哥哥，你有听见哈？你要开麦克风。有，音乐牧师帮你争取呢，哈，你们要和平共处，不要因为公仔2个吵架，这样更不好。谢谢牧师。不客气哈，你们要有约定，要按照这个约定哦。如果哈，应该是啦哈，因为你已经有抽到了嘛哈。OK， 好，来，另外请转那个这个2号来，请转，请同工2号，预备哦，3、2、1，请转。猜是谁？也是谁？哇！来，我们请谁呀？詹雅芬来。是雅芬还是詹？对不起。你好，来，你好，好可爱哟。我们学到每天上来都可以听到大家的分享，很开心。然后还有就是认识了很多的公仔，然后每个东西都让我有童心，每天晚上都很开心。然后我们都对公仔，然后说了很多的故事，然后也了解很多的卡通人物，很多小朋友都会分享学校的事情，我们都很开心。对，谢谢你有很好的示范呢，因为我们都有注意到你都很有礼貌，你每一次都祝福那个恭喜那个得到的，然后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我好佩服你啊！上帝纪念你，记上一笔在你适合的时候上帝就是看有些人比较适合，他就会给他，但他知道你的是更好的，更适合你，我觉得最重要了。好不好？谢谢上帝祝福你。好，那请我们同工加他1分哦。好，那我们呢今天就要从这几个里面哦，有几位啦？那个同工现在这样总共几位了？5位。连菊芳、连雅芬还有请刚才有回答问题的人，请秀出来。刘雅婷、毛中燕、罗毅、蔡菊芳跟郑雅芬，请问是不是这些？是哈。好，就是这1、2、3、4、5位而已吗？对。好，1、2。
好，请确定一下刚刚有回答的这5位，我们要抽出1位，好，好，来，我们请我们同工，我们等一下我们的同工哦，哈，请等一下。好，我们请我们同工哦。哇，雅芬，你的女儿好可爱呀、哦，是你的女儿吗？有酒窝哦。嗨 ，Hello， 音乐牧师喜欢你，嗨。好，请问刚刚有回答是这几位对吗？对，好，确认哦，第2次确认，在这里面有哈，第3次确认哦，有哈。OK， 好紧张哦，好，我们就预备要来抽咯。好，那我们是倒数5，好吗？好，我们一起来数好不好？来，5，拿出你的手来，4、3、2、1，好，请转。耶，谁要得唯一的索隆呢？开始停了哦，开始停了，耶！哇，愿意跟人分享的哈，耶！恭喜，亲爱的大家啊，真的是很惊险，很惊喜。我们知道吗？毛中燕这个先生啊，这个一位爸爸，他真的很有大爱。他的太太其实今天在教会当志工当了1整天，好，所以这个上帝很奇妙啊！来，妈妈在哪里？可不可以露个脸？妈妈在哪里？中燕的太太，妈妈穿睡衣不行走。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哈不管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大家都很有爱心。但音乐牧师真的要邀请大家，我们不只是当好人，因为没有一个人真的是有办法完全是好人。也谢谢大家很有度量哈音乐牧师还会再举办，大家赞成吗？可以吗？如果赞成的赞成哈音乐牧师看了很多人没有得到，我是在想，我昨天都睡不着，我3点就起来了，我在想说主啊，这么多人没有得到但这个我想我不能当上帝上帝希望就是上帝觉得谁需要多给谁就是多给谁但是我想大家不要气馁，明天还有更大把的刀文月加油哦，好吗？明天哦，明天更精彩明天那个当然价值更高了那个雅芬要不要带孩子来文月有举手你也要说话吗？没有，好，那明天要准时哦，明天过了10就没了明天是这个在实体这样子请问那个文月的妹妹的嘛，那个英文怎么读啊？倔成吗？是这样读吗？那是我的英文名字，不是妹妹的，用我的账号。请问妹妹英文名字是什么？妹妹是 Ari。Ari ，Ari 好，谢谢大家哦音乐牧师再来找，搞不好很快，只要我们的罗月导演愿意，我们1个礼拜1次就好不好？每天他也很累的好不好？大家愿意吗？我们要说约定好我们以后如果真的是还要再继续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要邀更多朋友。我知道有些人觉得说人太多来跟我一起抢抽签，这样我就机会变少了。其实不会，你应该更多的分享才好，更多的分享。我刚刚已经讲了，毛中燕的太太她也不是基督徒，可是她在我们鼓舞班成人鼓舞班，她就是很热忱的一个人
我相信上帝知道要鼓励他，他都没有计较说哦，我怎么做那么多事情。我们上次才讲哦，这个不知心的价值。他们当志工真的很辛苦，一整天呢，一整天哈。好，那上帝也纪念，不管是文乐或者是各方面哈，对哈，怡婷呢也是哈，这个一整也没有得过哈。那我相信上帝纪念，记住，下一次一真也是哦，啊，简洁简单也一样哦，好吗？哈，好，那上帝祝福大家哦。我们明天迦南教会49号现场要开上这把刀。哦，好 ，OK， 上帝祝大家平安夜，要平安哦，喜乐。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赐给大家平安、喜乐，拜拜。哇，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刀？哇，我有看到了耶！啊，好喜欢呢哈！你今天抽中了啊！拜拜，文月，嗨嗨，拜拜，大家晚安，简洁，拜拜，拜拜。啊，晚安，晚安。